位讲台语，下百万，欢迎第一座来宾阿庆引导。耶！啊，庆队，乒乒乓乓拼第一。好，对啦，好来第二座来宾，欢迎阮土引导，压钱压压到百万看热闹，收啦！周瑞台，欢迎。来，欢迎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来介绍阮这组的啦。好，庆引导啦，新手的爸爸啦，哎呦真正大家甲恭喜者。是嘿，李文庆。欢迎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李文庆。今日我带我大学的好朋友来摕100万。哦，这位是大学的好朋友哦。有演一个足好看的电影是吼，嘿，乒乓乒乓查甫，嘿，高音啦，唔要紧。哦，明水。来什么明帅啊？哎，明帅。水啦，对。这两位吼，收益甲因某，因伫咧加入，因伫咧桃园哦，大蓝马有一斤哦100万呐。哦100万啊，嘿，100万啊，你桃园哦，做好食的。是今日阮带朋友来啊，是，要来摕100万啊。啊嘛要宣传这个乒乓高音啊，嘿，高囡仔，你绝对要讲查甫囡仔，我别讲的哦，乒乓查甫囡仔啦吼，是当时10月25号会开始上播上戏哦，上戏10月25。吼，当街来赢啦！嘿，对，我们上戏啊！对，欢迎一下。啊，往阮这边，你是新手爸爸，阮是新手爸爸加妈妈。好，欢迎我队长土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姚土，这是温安，我有家己生一个囝。嘿，对，生一个。啊，希望明年个会当生一个查某囡仔。哇，拢有计划无？对啊，你有计划无？今摆也无。啊无，咱先一个就好。对，安尼一个已经足忝的。你看笑我大声，拢知影个。我袂啊，我感觉伊真欢喜啊。伊上艰苦的过来啊。有忝嘛，但是足高追的。哦，幸福的啦，蛮足幸福的。是，今日队友带因翁同齐要来拼100万啊！啊，因翁佫带因的朋友来啊！哦，来朋友介绍一下。这是阮投资的发龙，做头灯的，做头灯的。哦，美容店，嘿，加头毛啊，理头毛啊，拢会当找伊。黑人呀，出这。对，阮家己的洗发精，嘿，洗头的。嘿，啊，别学生唔紧摕来，嘿啊，快手的，感谢，来，卡住好，好，欢迎你的，好，来，我带你去。好，大家有介意台南的牛肉无？足好食的无？台南有名，但是即马在台北就食的。来了，在的台南的牛肉，是，那真正哦，进来学习者，感谢，这是阮家己做的牛肉干。哦，来，谢，好，来叫酸牛啦，酸牛啊，欢迎，好，来，即摆给你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啊，感谢咱今仔日的，唔是感谢啊，欢迎啊，欢迎咱的王秀荣王老师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新手爸妈功劳大，国家惊喜在恁摊。责任真重啊！对，吼，国家都爱靠恁啦，时常甲洗落去啦吼，共款洗拢共款，有，你洗衫，哇，恁贡献真大啦！是，即摆换你哦，你嘛拄啊结婚咯，换你啊！希望你后大来节目的时阵哦，你就通啊带恁的，讲一个好消息，讲啊，你有囡仔，是，好，来甲咱讲一个规矩。好，对，咱第7季吼，咱这边吼拢总有3个阶段，咱今仔日来就是初赛，啊，第2决赛，第2个阶段就是复赛，第3阶段就是决赛。你只要通过3个阶段，就来得到咱奖金100万。阮真正无你分家规哦，不是讲有的讲的尔，阮真正有影有100万。是，这100万吼，就是伫遮。来看，来。来，大家甲把握者，先甲第1关咱甲解决起来。加油！嘿，就通甲100万摕到登去啊！真的。好，今日的第1回开始。全家有
智慧，讲台语提100万。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美秀，阿雄，天几边？这回啊，吼，美秀我有一个答案。哎，阿雄，我特别嘛有一个答案。嘿，啊，咱分散哪算？哎，拢总吼，恁只要选到答案，上最才得到6000块哦哦。 6000块，加油哦真悬哦。好，来，我出题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感情内底定定有冲突，请问渣男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渣男哦，美秀这边是偷食马，嘿，是安怎是偷食马咧？因为马唔是拢一阵啊一阵啊咧，对无？对。嘿，啊有的马较无乖，就会偷走出去食草。嘿，我是感觉查甫人的感觉就是安尼，所以我这边是偷食马。是，啊那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是菜花芳，你嘛知影？芳吗？嘿，查某人就亲像一蕊花，哦，啊查甫人就是芳，但是上惊就是一丛菜了换一丛啦。哦，一张菜了又一张。是。安尼，意思我听起来嘛不哩有道理咧。但是你咧头照感觉嘛对哦。哦，安尼就互恁选哦。好，来两队，咱选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眼睛边，来是偷食马，还是菜花芳？好，来咱看一下哦。好，来，咱的肉圆的朋友，肉圆的好朋友，你选我是偷食马，是不是？偷食的艺术，是。渣男就是偷食的艺术。好，唔过咱这个阿庆啊，无安尼想。阿庆啊，加落阮的阿明啊。阿明啊。嘿。因为进前拢有人讲，迄查甫吼，叫因是头花擦啦，头花擦啦，有人讲头花擦啦，所以我想讲，若是讲渣男，可能是这个答案。主要是上个拄仔讲的。想好啊，就是讲哦，你猜了一个，啊，搁猜你搁另外一个安尼。是，安尼你意思讲我讲了无好的意思。是。不过意思其实是差不多啦。是你会听起来敢若较有道理，因为一条歌哦是安尼唱呀，就菜花芳啊。阿姊，你知影我头用歌词？对，我拄有唱过，袂当搁唱啊吼。不过来这边嘛是听你的哦。哦，拢听我。是，你相信阿雄讲的是不是？嘿，较早古早，拄啊，阮有讲一个古早，较早拢有一个菜花菜。嘿，阮看迄武侠小说有无？嘿，菜花菜，嘿，菜花菜就就爱就侪查某的嘿。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菜花芳。拄则阿雄讲了足赞吼，因为就是甲查甫人，咱语言内底有一款 metaphor， 就是暗喻，伊甲查甫人。比如做这个芳，伊一丛菜过一丛，佫足认真咧菜，吼。另外就是讲，咱这语言内底花是代表较阴性的，就是查某人。另外就是讲，查甫咱可能日，查某会月，查甫的山，查某的海，草啊，佮花安尼。毋过这个马。伊就是咧形容查某的时，可能就是较有一款一寡迄款性的暗示的对，所以马啦、鸡啦嘛是用来表示这个查某人因为这两个看起来拢足共的，毋过咱就是菜花芳一丛，菜了又过一丛。哦，拢真高哦。好，来第二题啊哦，来，咱先甲取消，我们来哦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为什么咱会用行仔来学了某一项代志的专家？哦，美秀这边有答案，我的答案是行仔来的店。因为啦，真正有影哦，较知影的人讲哦，你行仔来的哦，因为好食的物件、好买的物件、较水、较精致的物件，拢是伫行仔内底。所以我的答案是行仔来店。哦，我认为是内行的谐音，因为大家想看卖，
风台华语叫做台风，嘿，哦，人客华语叫做客人呐客。人，嘿所以内行吼，咱台湾就讲做行啊来，哦伊只是内行翻过来，你知无？内行甲翻过来。所以我的答案是行啊来店。我的答案是内行的海音。好，好啊，想哦。好，来两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演技表。好，诶，哎，有较巧啊，因为甲风险有甲分开。卖用骗去。嘿，唔通去用骗去。来来嘿，来，我看者，来，行啊来的店，这是咱刚刚好食的物件，拢咧行啊来，较歹吹啦，较歹较歹做做，哎，对，拍吹。哦，这在地才会知影安尼。在地才会知影哦。好，那咱这边，上个拄仔讲的，我真正嘛感觉最有道理的，就是内行我拄仔看咧，内行啊来，我即摆感觉行啊来就是为这内行用另外一种讲法讲出来的。对啊哦，冇道理哦我感觉是安尼。好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内行的海音。好，咱有一句俗语叫做“行行出状元”，是所以这个行嘛是行业的行，另外就是以前有足侪商店。吼，所以迄款嘛是商行。啊，你若知影有啥物所在，有啥物好物件，咱拢是一种专业，所以咱就是内行的意思。啊，因为有当时讲话要好耍，就调工家己讲做定听着啊，你倒一条行啊，所以行啊来安尼是趣味尔。安尼答案是内行的海音。上尾啊一题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这题。请问一条肠啊烫尻川是讲人安怎？吼，真简单。安那？来，美秀这边有答案，我的答案是有话直接讲。哦，对啊，这因为啊，阮演戏的人拢知影嘛，这咱常常咧讲，嘿啊，你要有一条肠啊哦，烫尻川啦，迄就是讲话足直接嘛，所以我这边是有话直接讲啦。哦，阿雄我这边吼，就是代表做代志吼，真溜咧。哦为，什么？你食物件那个一食就想要放，就紧走便所，一条肠啊烫下川，是毋是有代志念伊就有结果？代表你做代志，人一话你就紧行，人一讲你就紧做，所以就是做代志真溜咧。哦，安尼嘛是有道理啦，对啊不过敢若吼，嘿嘿，好，不要紧，我的答案是有话直接讲啦。我的答案是做代志真溜咧。来，两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演技表。哦，你甲看，好，来，我来问两位演员，咱的台词捌讲过这无？咱拢是国语定讲直肠啊嘛，直肠啊就是讲有话哈，对，讲嘛是较简单的讲法。嘿啊嘿啊啊，你若是讲要较迄落啊，你讲迄落像俚语，嘿嘿，俚语给。他迄落给他话，就是讲一条肠啊，烫尻川啦，这样足直接的。话拢唱袂阮查某囝即马就是安尼，食啥物就直出来。哎呦，所以有话拢直接讲嘛，要嘛直接甲你讲。就直接甲你讲啊，足直接的。啊，那咱这边的，咱爸爸妈妈，较早有人讲，就是伊巴肚毋得收啥，就是因为肠啊是弯弯曲曲的，弯来弯去到阮18月的。对，但是较直就是有啥物话就直接讲。你讲想法啦，你的想法啦，弯弯曲曲啊，毋知你咧想啥，啊，若是直接，嘿，有话直讲，就唱袂了。哦，用肠啊来讲迄想法的。哦，嘿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有话直讲。恭喜！来，分数。恭喜得了2000好，咯，来，咱看下。毛2000哦。好，咱人的小肠吼有3公尺到6公尺遐长，啊12指肠嘛是有30公分哦，啊大肠有150公分，所以加的是差不多700几公分，比咱人悬几啊倍。好，所以迄个人讲话袂安尼弯弯弯弯，袂讲欠倒啊腹肚内底，所以直接讲出来，直人讲直话，安尼较无迄个坑话吼，安尼较会当较容易理解，嘿，所以咱的答案是有话直讲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来，
来看分数啊！是。来看阮庆的引导，庆的引导得到4000，袂歹啊！袂歹。啊，咱可爱引导咧，哦，5000哦！好，来，咱继续搁拼落去哦！加油！起来，咱的第2位啊，正港七道人。嘿，正港七道人。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今日要去倒位看风景呢？哎呦，无一定哦，因为咱这个单元跟两位报告一下哈。咱这个单元就是用影片，带大家来去看台湾啊，甚至外岛，也是国外水的风景，而且是为天顶看落去哦。哎，啊，不过重点来啊，我看这届哦，几啊届录影，我拢感觉伊飞过去的所在，伊拢有一个重点，互你看到，所以你也看到足真足。啊，若知影看到了，哎，有胆嘛，紧来甲吹落去。紧吹落去。嘿，啊，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合拢总4题，1题3000，所以上侪得到12000块。12000哦，12000若差去就不得了啊！愈摕愈奖金愈好啦。来哦，3000哦。是。好，来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。哦，等一个影片内底有一个鹿园，请您讲出来，这是南投县的什么5个字的所在？送袂出去，我袂送。哦，紧来。好来，南投敢若一个尔，伊会使看樱花，伊个流浪阁会使流到离外潭去。剑湖山乐园，这个好耍的乐园是伫倒位？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好，来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。哦，等一个影片内底有一个鹿园，请您讲出来，这是南投县的什么5个字的所在？你的名5个字哦，你甲看龙园哦，你南投县哦，什么5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送袂出去，我袂送。哦，紧来。好来，南投敢若一个尔，南投敢一个。嘿，第一个字是较特别咯。哇，哎，是不是会有流浪的？我来做明天，我来做明天。哎呦，伊个流浪阁会使流到离外潭去。剑湖山乐园，迄个森林，迄个森林，5个字。安尼，唔是。伊会使看樱花。看啊！哦，好来，你九族文化村。哦。九族文族的族啊，九族文化村啊。哦。九族文化村。好，来，老师，九族文化村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哎，分数。恭喜得了3000咯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好，这个爱念无好哦，九族文化村。好，因为咱原住民家是用一寡原住民的文化，因为咱岛关是一个原住民足侪管市嘛，哈。啊，因家即马九族。即马以前9族，毋过今已经变16族啊，好，所以到变16。啊，过伊个是保存伊原本的名。啊，咱即个所在是伫咧南投县的鱼池乡，所以鱼池迄个所在其实毋是真正足侪鱼池，是因为有一个汉人伫咧嘉庆年代走去遐开垦，啊有真正挖一个足大鱼池，所以就甲遐叫做鱼池乡。啊，遮看樱花真有名，好，恭喜。哦，好，感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我拄啊老孙是迄落啊，因为有流浪的，系啊，结果是你分林，无啦。剑湖。伊讲剑湖山是咧分林，啊流浪是石竹文化村对啦。哦。嘿，伊只是他住迄个空拍机。嘛是拢有对无？对，啊未翕到迄边去。哦，我唔知伊无翕到遐，伊无翕到遐。啊，会甲离外潭到南投县啊。好，不要紧，咱阁有哦。来，咱加油哦！哦，即马差2000尔，不要紧。加油！来，咱今年活动。哦，2位，嘿，爸爸，
新手嘿，妈妈嘛应该是算是新手，即摆半新啊啦。我几岁？买2岁啊。对啊，迄我会记上古水的时对阵吼，，但是伊娶的某是我的姊妹啊。哦，就好的姊妹啊。所以讲你有甲经验分享伊，互因好啊。有啊，我讲袂当困，拢袂当困，要困紧困。哦，对对对。我有生的时阵，还未生出来进前。足古水哦，袂当困，会困紧困。害我读到一直误会，啊，叫伊袂当困，啊，一直袂当困，还足忝的，讲惊者。迄暗时因家己拢会起来对无吼？听爸爸。大部分，不过伊2个月的时阵就会困过暝啊。哦，恭喜恭喜！安尼其实是好出来呢。哎呀，好药的好药囡仔的。好有饲到伊是。嘿啊。嘿，啊，你的咧？我你的是？我囡仔今仔日7点讲，哇，就精神的，对。但是我得饲我无啉，啊，麒麟啦。对，麒麟较辛苦淡薄啊，对。妈妈就是这较辛苦。对，啊，但是嘿，但是我嘛是教我。好坐，对，同齐是。不过伊即马暗时也较好落啊，较好困啊，乖乖伊迄个时阵就困，敢没？无爱食恁较困啊，对，我食恁袂使困啊，伊足忝的。即马吼，真正台湾人口愈来愈少，对啊。嘿，希望讲吼，少年爸爸妈妈吼，会当生就尽量生，啊好我甲阮的培养啦，嘿，咱国家的。幼儿园呢，愈来愈是愈来愈济，咱国家就愈来愈好啊啦，是。好来，上个今日咱要带因爸爸甲妈妈去倒位佚佗。是，咱即马刷来这影片吼，互恁看伊足水的哦，伊是一个山，啊要借问的是，伊这是中央山脉的起点，伊伫咧咱台湾的什么关呢？哦，台湾的什么关哦？好，来咱请看。水，那会遮水？这应该有印象。哎呦！哦，来，咱敬爸爸。这应该是宜兰关。愈讲愈细声咧。无啊，我是看，嘿，遐有一个岛嘛。嘿啊，对啊。看起来可能是宜兰关。宜兰关，咱用看卖哦。右姐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宜兰关对唔对？健康。来，不错。恭喜讲你着3000咯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甲影片看完，看阮宜兰偌水。好，来。哦，进水。好，这个岛吼，伊叫做乌岩角。啊，毋过伊是甲迄个中央山脉连做伙，伊毋是孤岛，吼。啊，伊是伊的起头，因为伫咧南方澳，搁迄个东澳中澳，所以是属于伫咧宜兰。啊，咱宜兰这个所在，伊的名本地咱是柑仔兰嘛，吼。啊，为着听起来原住民的调音，感觉爱家较雅化的，所以就甲伊变做是。后壁迄字的兰吼，就变做兰，所以宜兰是一个足适合足优雅、文风足鼎盛的所在，所以迄个就是乌岩角，啊，就是宜兰，对，乌岩角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不要紧，哦，这边起来啊，哦，一班啊，这边哦，差这5000哦，不要紧，咱今天换人。拄啊看的应该拢知影倒位吼，看无啥会出来。伤难啊！袂啦，这个真简单。对。好，来上个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。是，咱刷影片吼，要互大家看是一个自然的风景。请你甲阮讲，伊这是新北市倒位的石沼。哦。石泽啦，石泽。是倒位的石泽哦。新北市哦，嘿。好，来咱请看。看完啦，啊，先知石泽伫倒位？哎呦，哦，少年的，来，有机会啊，加油！巴黎，
系啊，淡水遐迄捌你咁，哦，捌你的石泽，所以你有伫遐看过？迄看起来拢都水的嘛，毋知倒位。哦，有水就好啊啦。嘿啦，就好啊。所以你讲的是捌你。捌你。好，来，老师捌你的石泽对唔对？拍摄唔对。来，你有机会，但是加油！有真远哦。三支较过。三支搁较过一点。嘿嘿嘿。三支搁较过。石门搁较过来一条。哦，石门搁较过，愈来愈知影哦。啊，我已经讲真多啊。是，不过伊住桃园。你大城国中城。三支石门，嘿对。这个所在真有名，若是春天到，伊头早迄个石啊顶悬拢会发迄青灵灵的迄个海藻。哦，海菜，海底一种迄个食物嘿。老，差不多时间啦嘿，加油！老，搁互你5秒。老梅，确定吗？老梅，确定。石泽，老梅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老梅石泽对唔对？正确。哦，来，分数，恭喜你到3000咯！袂歹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这个老梅伊的地名吼是原住民语的马尾，马尾是猪仔的意思。吼啊，不过伊改这个名了，就是变做老梅啦吼。啊，遐的迄个石泽，因为泽这字的意思就是长弧形，也是四角形的这款长长的所在，像猪仔因咧食喷的所在，叫做猪泽嘛。吼啊，所以拄好伊安尼一条一条，啊，不过是岩石，所以就叫做石泽。吼啊，这个所在差不多3月到5月。迄个时阵，因为一寡海草会去黏在即个石泽顶悬，啊，到清明的时，安尼规片真正青亮亮，袂输那地毯共款，足水的。所以大家有时间就去迄个所在，吼，遐个会当看顾佚佗，啊，搁会当去看遮个石泽，是真有一个自然景观的所在。嘿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袂歹哦。上不要一位啊哦！加油啦！好，来咱今日换人哦。上尾啊一位啊哦！哦，阮这边是到尾啊，迄一秒拢会甲冲出来。对。啊，那迄边的咱土仔甲，哎呦，小蔡你要加油！你是全村的希望。拢靠你啊哦！对啊。你讲，嘿，阮这边女红拢坐伫遮，嘿，拢免讲话，恁分数都一直有起来。这边女红坐伫遐烦恼啊，唔通互女红烦恼。对。吼，咱等下看就知影，就今日甲吹落去哦。吼，好，来，咱要去倒位佚佗咧上诶。是，咱选这个景点吼，真水，大家一定拢看过。伊吼就伫咧咱的台东县。哦。所以啊，请恁甲阮讲出，伊是台东县的什么台？哦，什么台哦？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台湾四面全海，有够水的。哦，哎呀，小船赢去啊！是，来，阮入的。无小船赢。是小船吗？你看顶是光的。容易，就刚刚的。顶是倒位。三仙台吗？哦，确定哦。确定哈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三仙台？对，正确。哎呀，这题目嘛，较早出来就知影。是，好来分数。就可以得到3000咯。来，咱来继续看三仙台的水的所在哦，吼，来。这嘛细汉的时阵才去的。系啊，哦，就是迄个桥哦。大大拢未去。系啊。哇，水。哦，就是这个桥啦，系啊，真水。哦，这希望大家有闲通去花莲那边行行。花莲台东嘿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这个所在是伫台东的成功镇。
哈，啊，迄个三仙台主要是传说讲李洞宾啊、何仙姑佮铁拐李因三个走去遐安尼吼，啊，就有遐水的风景。啊，伊是一个火山用的迄个岩石，所以去会当有足侪丰富的海底生态会当看。好，多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即摆上电话来看分数啊！好，来看阿庆因兜。伊即马13000。好，袂歹。嘿，啊来，咱拖因兜咧。袂歹，毛8000哦。好，不要紧，够一个回合会当拼哦。加油！好，起来咧，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哦，你有看到吼？内面有8提示。是。嘿，啊，问号内面是啥话咧？问号内底就是咱的奖金啦。奖金8提示代表8个计数。是。嘿，上多15000，上少1000，所以爱好好啊算哦。爱好好啊算哦。好，安尼当。啊，毋过阮有记记就是讲吼，有一条命互恁救命。啊，其他咱拢袂当甲你的迄落啊。队友参详。队友参详。吼，就敢若有一条命。吼，啊，阮这规矩就是。分数较少的人会先来，会使先算，是咱拖下因兜先来哦。来，你要选倒一个？马街，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马街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！好，来，我们出题啊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马家博士是台湾重要的传教士，除了创办病院，伊阁创办一间台湾的头一间是女子的学校，也是咱的图书馆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我知，好，来，是学校。哦，女子学校。你哪知？因为我是伫这间毕业的，我是护理师。毕业的。哦，是。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。女子学校，对，女子学校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女子学校对唔对？真的吗？嘿，你真正伫遐毕业的。好，来分数，恭喜得了1万哦。淡水女学堂是台湾第一间女子学校，是喺1884年创立的。啊，为什么会创立这个学校？因为伊当阵需要有一寡女性的团队来传这的迄个因的教义嘛，长老教义。啊，搁来就是因为查某人较无法度有学习的机会，所以嘛，互查某人有一个学习的机会。咱的答案就是女子学校。哦，1万摕到哦。来，换你看你会当摕到15000的无？小万的15000哦。 55000。多一个啊？来。美术的。美术的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美术系奖金有偌济？7000，哎，嘛袂歹哦，嘿，嘛袂歹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倒一个台湾的雕刻家是用太极系列的作品呢扬名国外？这个雕刻家呢是咱的黄土水，也是咱的朱明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答案就是朱明。哦，朱明，来，咱来看朱明对唔对？台湾正港有名雕刻家，伊是虾米人咧？请问倒一个台湾的雕刻家是用太极系列的作品呢扬名国外？伊伫咱新北市的金山，阁有一间伊的美术馆。这个雕刻家呢是咱的黄土水，也是咱的朱明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，这应该免10秒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答案就是朱明。哦，朱明，来，咱来看朱明对唔对？哦，7000块有个弹叫啊，来，恭喜得了7000咯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这应该叫阿庆因这美术系来解说。对。我无法度解说，不过大家应该拢
看过迄个作品，足厉害，太极，嘿，太极，够有名的。好，安尼我就补充说明，就是迄个涂水的部分是较水牛的部分，啊，所以甲这无共系列，因为每一个雕刻家也是美术家，因拢有因的画风，哈，所以这是咱台湾的宝藏安尼。好，多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搁刷落去哦，来看啊。我要选牛肉汤。哦，牛肉汤。好，来咱看牛肉汤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牛肉真简单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南的牛肉，台南的牛肉汤真有名啦，足侪人吼拢介意食伊的臭花大肉。啊，你敢知影？伊是肩胛肉还是尻川肉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鸡丸。鸡丸哦。对，鸡丸。是，好，来，队友是肩胛肉。肩胛肉，肩胛肉。哦，你确定哦？臭花大肩胛。是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肩胛肉对唔对？错吗？不是臭臭。错了，不要错了就尴尬哦。我退出。来，分数。恭喜你就高清咯！哦，好加在无唔对。因为咱台湾的号名话拢足好算的，唔拿牛哦，佮有猪仔嘛共款哦，像我六牛吧，啥物安尼吼。好啊，咱即个牛，伊是迄个肩胛佮伊的迄个骹腿迄搭遐中央遐，啊，毋过属于伫咧肩胛，啊，迄出来迄色较深，啊，就那臭花大的色，啊，而且就是咱一般若食牛排有迄个嫩尖呐，吼，就是差不多迄个部位安尼，伊拢解说个就好啊。因为你袂牛排，对啊，知影咱就该讲。控制公平前读春秋歹势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拼落去哦，因为2万，差7000哦，27000，差7000哦。你即马若摕到15000的，哦哟，就冲起来哦。对，来。哦，我想要选迄个幸运的幸运带，是，买无？好，来，幸运带奖金有偌济？1000，真正有幸运啦，真正是假。好，不要紧，先摕起来再搁讲。对啦，先摕起来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发票若得奖是生活内底小小的幸运带，啊，统一发票的开奖的日期是大月份的倒一日的？好来。哦，拢有咧对啦。麻烦讲者。哦，是。麻烦讲者，嘿，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免秒啊，来我。打一个，应该是25。25。哦。好，咱来看25好对唔对？那咱这1000无简单嘞，1000加落去，恭喜你了1000哦！好啊，我拢钓200尔，你钓1000就足赞啦。这条应该大家拢知影，因为欠2个月，就是要等迄工至5通对奖。啊，毋过只拢用迄个载具啊，哈，所以有当时会当省一寡纸啊，保护主人安尼。好，恭喜！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愈来愈紧张哦。哎呀，差啦，来，好啊，换你哦。我感觉罩杯啊，是毋是较？这是豆杯啊。豆杯啊。豆杯啊好啊，我。豆杯是啥？我拢唔知。我嘛唔知，但是我有伊是15000的。哦，就是每项马上又掉。对，是。豆杯啊，豆杯啊。好来，咱来看豆杯啊，奖金有偌济？哦，豆杯啊，真正有影有够济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豆杯啊是台湾倒位的吉祥物咧？因为吼，伫咧遐有传统的迄个搭豆杯啊的比赛。请问是台南的新化，还是高雄的凤林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是台南还是你台南嘛？是你高雄？应该是台南。搭豆杯啊！豆杯啊，就是蟋蟀啦。嘿啦。啊，曲搭豆杯啊！我2个选一个。好来，台南嘛，高雄。高雄。好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来，高雄的凤林对唔对？
尼就是无去啊咧。对啊对啊。不要紧，咱听老师解说。好，来老师。好，这个是迄个德西术啦，还是杜贝啊，拢有人讲啦。啊，个咱以前有一句俗语叫做乌龙蛇道。啊，其实迄个乌龙啊嘛是西术啦类的，不过品种无啥共。啊，这个德西术啦一定是。遐爱较侪田的所在嘛，较会去掠到这个物件。啊，咱以台南新化，因为台南是较古都，啊，搁较庄卡遐，啊，高雄这工业都市，所以若要摇，应该摇新化会较适合一个。啊，搁来就是这是伫新化迄个丰盈社区。因已经办14栋啊，吼，所以我感觉大家有闲嘛，当去遐看卖呀。嘿，去台南遐看，谢谢你。两只西施啦，伫遐等。哦，来，愈来愈紧张哦。你的机会来哦。来哦，这若是15000去里头。安尼就应该是多是咧。回收。哦，确定哦。哎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回收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呀！那安尼不要紧，咱豆豆仔来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太明显了。请问花上头掠杀母这句俗语是咧讲人足够做代志，还是做代志唔对？做代志的方法唔对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足够做代志，还是做代志的方法唔对？对。哦。来。你的答案是应该是做代志的方法唔对。哦，确定。系啊，因为回收头顶面应该是嘿找无物件呀。哦，那你回收头掠杀母晓？嘿对。是，好来哦，做代志的方法唔对，对唔对？还搁加3000咯，录起来。哎，袂歹，不要紧，够2题嘛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花上头无头章嘛，吼，啊，就是金骨安尼。啊，咱知影杀母一般是卫生较无好，古早时代足侪人着过杀母，啊，拢是藏伫个头毛耳孔后啦，啊是伫个迄落颔棍啊即搭只吼，啊爬来爬去，所以无头毛杀母就无法度生活。啊，意思咱就是讲，啊，你去花上头遐要掠杀母是掠无的，吼，啊，这是做唔对代志。啊，一般咱冇讲请鬼摕药单，迄是叫唔对人。好，所以就是大家做代志做人，找人拢爱找好对。谢谢老师。来，分山甲餐厅哦。哦，一个15000，一个敢若几落千尔哦。我感觉紧张啊。山敢若是较侪钱的。哦，山敢较侪钱，金山的意思。对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山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真正哦啊！有气哦。请出题。请问八通关这个地名是对原住民的族语来的，啊，伊是台湾倒一粒山以前的名称呢？哦，来60秒的时间。倒一粒山叫做八通关。八通关。八通关。这个足困。哦，来。我要按。嘿。我还在思考，就要按。因为你的10秒剩3秒尔。3秒尔哦。有虾米山？它不是可以抢答吗？乌来。基来山。对。基来山。哦，我有。基来山。哎，后来咱来看者基来山对唔对？哎呦，15000咧！哇！15000倍啊！无啊，有够刺激的。好，答案是爱玉山。玉山啊，因为伫咧清朝的时，就是有开山嘛，吼，啊，所以遐有一个八通关古道，开迄条路八通关古道。啊，这个八通关是周族的语言，啊，伊的意思是石英的山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咱这就是拄则咱毋是有一条迄个乌岩角，吼，60公尺对无？毋过到遮共款是中央山尾，甚至是秀姑峦山嘛，是伫迄附近，甲这八通关有接接，拢总有3850公尺。哇！所以中央山尾是一个低啊个悬，好差足济。嘿，多谢。来，咱就选餐厅哦。来，餐厅的奖金有偌济？5000。
哎呦，他去冲过去啊！你赢就赢，你输就输啊！哦，来，咱车出题，可以压力啊！请问，逐档新闻拢会有讲一寡餐厅吼入选咱的米其林美食指南。请问米其林原底伊是咧卖什么物件的公司咧？哦，不要紧，咱还有一条命通啊救命哦！绝对有问哦！好，来你试落去。嘿，来，化机丸，机丸，莲娜，米其林就是莲娜，莲啊，车莲，好来，车莲对唔对？恭喜你了5000咯！好，伊迄是咧做胎啊，就是迄个轮胎莲娜的对啦吼。啊，因为因本地就是讲，看伫1900年的时，因看到迄当阵汽车是差不多3000台，啊，感觉讲，以后可能汽车旅行是一个趋势，啊，因就做一寡地图啦、餐厅啦，啊是一寡迄个加油站啦，吼，hotel 这款的迄个地图，啊，毋过本地是半烧送。吼，用送的，结果有足侪人拢甲摕去做迄个倒角安尼，因后来就想讲安尼袂使，因就去家做好更较水的，总啊用卖，吼，啊用卖了后，去发展遐餐厅，大家拢要去比拼，所以就变做因个落去做星级的这款餐厅，所以这个米其林卖莲啊甲餐厅，咱就歹甲迄个联想做伙，毋过你也看迄个。伊的图，嘿，有些太啊，迄款本土的感觉，嘿，所以是卖莲娜的。谢谢老师。哦，来，咱今晚看分数，咱阿庆引导29000。啊，咱错引导咧。哦，毛27000哦。哦，29000，希望恁拢摕到转去哦。好，好，今日呢，1秒10,000斤。1秒10,000斤，大家动脑筋。即马奖金有偌济？即马奖金有29000块啦。29000块就是29秒。29秒。哇，29秒有伤少无？淡薄仔少少啊，所以我甲伊添一个，添30秒，变59秒，好唔好？好。啊，咱这个回合有几题？咱这回合有3题。好，好来，咱第一题哦。好来。第一个提示是豆啊，是捌豆啊，第二提示爱做庄，啥物讲啊，袂使笑，第三撩位，中奖，唔是第四个。拼奖金吹落去，因会当摕走偌济咧？好来，咱第一题哦。好来。第一题几个字？2个字。2个字。好来，咱请开始。是，第一个提示是豆啊，是捌豆啊，第二个提示爱做庄，啥物讲啊，袂使笑，第三撩位，中奖，唔是第四个麻将，来正确。哦，撩位就是麻将。对，好，咱今晚咱看几秒？46秒。可以啦，无问题哦。好，再来第二题哦。来哦，第二题有几字？2个字。那嘛是共款2个字。好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个伊是补车，互咱的迄大约该食的物件。哦，啊，第二个是东方的鱼卵酱、鱼子酱，吼。第三个汉有绑架有鱼子，不是，来过来。第四个提示啊，什么？正确。嘿。等下，咱这燕窝，咱爱安怎讲？燕窝，嘛是共款燕窝，咱拄啊念真紧，听起来敢若真的燕窝，嘿，其实是燕窝。嘿，好来，今晚看着几秒？啊是，今晚还有29秒哦。哎呦，真刺激哦！上尾啊一题啊，紧哦，速度爱紧的哦。好，几个字？咱第三题吼有3个字嘛会使，2个字嘛会使，恁叫会出来我拢讲。3个字啊，2个字拢会当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个伊是牛仔裤的，牛仔裤顶面有啥物？第二个伊来说是迄个金属的。来，什么？正确。正确。啊，较大声的啦，较紧张的。好，来，咱就看这秒数。哎呦，还有19秒咧。袂歹。
19秒就算够满够哦。是1万9千是，塊。恭喜恭喜！咱即马今日去颁奖。太棒了！人哋讲哦，看某情生惊，这就是啊啦。来，阮金牌嘛送你啊啦。好，感谢你，嘛感谢这边，了解咱查主啊，咱个报名来参加。好，今日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謝咱的王秀榮王老師辛苦。謝謝老師。專家有你位，講台語鐵爸爸。我哋大家努下意哦。再會。感謝。謝謝。後回再過來。後回個報名，今天啊。感謝。厲害。大賣啊！謝老師。